Hello， 各位發燒友，我係力高音響嘅 Jackie。我哋力高音響30多年嚟，一直淨係專注代理進口發燒音響品牌。今年嘅香港高級音響展8月7、8、9 3日喺灣仔會展中心，我哋梗係會參加啦。因為我哋係 KimaCable 同埋 Parslab 嘅中港澳總代理。平時喺國內，大家都淨係見到我哋用 Parslab 推 ATC。今次我哋特登準備咗2套系統俾大家慢慢欣賞嘅。一套系統係 Parslab 前後級推動英國嘅 Wilson Banach 落地箱，另外一套就係 Parslab 合併機夾英國嘅 Harbuff 雨後初晴書架箱。最緊要嘅係呢次展示嘅係 Parslab 最新 Signature 簽名版，係喺香港展會嘅首次亮相，絕對係新鮮滾熱辣㗎。跟住仲有重磅嘅消息，喺展會我哋會發布 KimaCable 最新旗艦 Neo 系列嘅信號線。再加埋精選系列嘅3款旗艦級喇叭線，成撐線材總值超過100萬，絕對係難得一見㗎。2大美國靚聲品牌搭配2款風格完全唔同嘅英國喇叭，究竟會產生啲咩化學作用呢？呢種火花你淨係喺現場先感受得到㗎。我哋喺展會等住你㗎。